结束，我们感谢你。我们这里要赞美主，因为你的复活带来了全新的生命在我们当中。因为主的复活，才有教会的建立，才有我们重新得到新的生命，得到永生的应许。主啊，我们要好好的领受这样的真理，也一起来彼此祝福。我们都在主耶稣新的生命里面，我们这样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庆祝主复活，不是一个仪式，也不是一个就是一个节日，是真正每一个人领受到了神的新生命，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进到我们当中。那怎么进呢？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仰的理解跟领受。现在西方的教会呢，他们已经形成了复活节，等于就是一个放假的日子，就好像我们的清明节，我们就会放春假。我记得在读书学生的时代，哇，好像春节过了还不够啊，就赶快等候我们的春假，就顶多休个5、6天、4、5天。那现在只剩下我们的清明节了哈。那在西方的世界呢，他们已经不大记得到底耶稣复活是什么意思，但是呢，他们只知道复活节有度假，准备要去外面度假。那一旦那个节日成为一种庆祝热闹，也许是有外在的形式，但是里面的生命已经慢慢失去了。那台湾的社会呢，因为不是基督教的国家，所以我们也没有感觉说外面到底谁在庆祝主复活。尤其复活节的时候，刚好在妈祖游行的时候，大家只在注意那些事情。但是真正改变人类生命的、改变人类历史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这个情况有一点吊诡。你说主复活了，那你就躺在那边，好像世界都没发生了，事情没发生。主耶稣的复活，就是因为他的生命已经进到每一个信他的基督徒身上。你要见证，你要活出耶稣的生命，才能看见耶稣复活的力量。那换句话说，我们如果静静的在那边，就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感谢主，今天我们一起庆祝主耶稣的复活。我们要再次复习一下，到底这个主耶稣复活带来的转变，在你生命产生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当然已经指南只是带我们读了圣文，我们就跳过来，我们只要做一个复习就好哈。那主耶稣的复活，我们有很多形式来纪念，很多形式来赞美。那这个是主耶稣复活的一个图像哈，那是这个耶稣复活那个有光照耀。那我们在这个历史上，在这个节期习俗里面，百合花是代表主耶稣的复活。那个美好的生命重新开始了。那我们现在台湾的教会，世界教会最典型的庆祝就是彩蛋，彩蛋。我记得小时候呢，那个染料没有什么特别，要去买那种，我们现在不是有那个安菇桂那种红色的染料？那我记得小时候呢，我们一些妈妈他们在染那个色染得整只手都红红的哈。我们拿那个彩蛋呢，也会沾到手，但是那种彩色感觉很舒服，因为有染在手上，那慢慢退掉，你会感觉说我就接受了，有领受了主复活。那现在呢，很多教会很有创意哦，他会把这个彩蛋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像这种颜色五彩的哈，而且这个不是化学染料它是用我们植物的一种自然的颜色，把它染成多样的色彩哈。这个真的要去请教，因为这是一个牧师娘她贴的照片。我说你们这个颜色怎么弄那么漂亮到底怎么做的？应该了解一下在东京的台湾教会李马珍牧师所贴的哈。那他们把它弄一篮一篮的哈，但是我们也不错哦，我们是用不同的彩色的包装里面是茶叶蛋更好吃了哈。那总之，这个是要加深你的印象，但这个外表的形式越热闹也不错，但是重点是内心你真正领受到主耶稣的复活。有的人更创意已经把那个彩蛋做得很像艺术品一样，这样这个如果发给我就不想吃了，都把它留下来因为这个太漂亮了甚至有的是
用蛋壳来雕刻的哈，哇，真的是把它做得非常的棒。但是我们从刚刚读的马太福音28章1节到10节那段经文，其实就是最原始耶稣复活的景象，是一群姐妹妇女在墓园看到的景象。这景象呢，这是个历史的事实啊，这是历史的事实。他们经历到耶稣复活的震撼，它里面有这些事实，我们再做一点归纳哈。这个是历史的事实是什么呢？有强烈的地震，就像前几天台湾北部地震，我听说浩恩他们去毕业旅行，在故宫碰到地震，那些国宝还好没有受损的样子。那地震会觉得让你很震撼。在花莲的正央那个地方，同门的国小，大家夺门而逃。那主耶稣复活也有这样的现象。你记得3天前耶稣在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整个天崩地裂，礼拜堂的就是他们圣殿的那个幔子，祭坛的幔子就裂开了。那这个影像真的是震撼，特别在当地的人。然后呢，他们看见原来天使把封住的那个墓的石头滚开了。我们了解巴勒斯坦那边的习俗，他们的坟墓不像我们台湾是用土葬，早期是用土葬的哈，他们是把遗体整个用白布包好，然后涂上那个香油还有没药，然后放到那个山洞里面，有的一个山洞可以存放好几具这个遗体，那么就放在里面。让它自然，因为那边很干燥，然后就像遗体就在那边，好像我们就看到木乃伊有类似这样的包裹。所以妇女她们本来是想要去坟墓，再帮耶稣的遗体来抹那些香的香膏没药，让它能够保存的更好。没想到他们这一次去礼拜天，等于是已经过了3天了嘛。礼拜天的时候去的时候，看见墓的石头滚开了，因为平常如果没有男生的帮助，那个石头那么大，怎么滚呢？原来天使把它滚开，而且那些原来在守卫的那个坟墓的兵士，他们吓得浑身发抖，因为这些自然现象太奇怪了。石头滚开，那天使就这样子说，给这些妇女说，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他已经复活了。这是初代妇女第一次见证耶稣复活的故事。然后呢，他们接受了指令妇女们急忙离开坟地，又惊讶又惊喜的要跑去告诉他的门徒，因为天使告诉他们做这件事情。因为这群门徒怎么样，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东奔西逃，已经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也许他们又经过3天，耶稣已经埋葬了嘛，他们可能又回到一个地方，在等候到底再来怎么办。我们知道耶稣复活这40天，学生慢慢就散开了，但是还在复活那几天，他们还在一个地方。妇女要去告诉他们，但是第一次复活的耶稣是向这群有福的姐妹玛利亚他们显现，在路上就显现了。耶稣出现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因为他们要让这群本来存着爱心要去高抹耶稣的，因为惊吓，心中还有起伏不定的时候，耶稣给他们安定心，说你们不要怕，已经复活了，主耶稣已经复活了，而且愿你们平安。”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初代主耶稣复活的一个简短的故事的描写，但是这个故事是到底存在2000年前一个事迹，这个故事是一种传说，或只是有人认为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你无法再从2000年前去追溯，带人家去做见证，说用影像拍下来这个事情在哪边。但是我们是从耶稣复活产生了人类生命的改变，来回溯过去，说主耶稣这个复活绝对不是传说，也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是一个真正带来生命改变、人类的历史改变的一个事迹。所以主耶稣的复活带来生命的改变。
它的前提是什么？因为人类一直活在一个苦难，没有办法掌握自己人生命运当中。换句话说，如果你不需要耶稣，除非你没有苦难，你能够完全掌控明天你要干什么。我要东就东，西就西，我不生病，我不劳苦，我不遇到人生一切的挫折，随每一件事情，我就像超人一样自己掌控。这种人就不需要耶稣。但是我们人类的命运就是这样子，我们就发现说，耶稣的复活才能改变你。所以呢，理由是耶稣就是为了生命和苦难的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主耶稣是要救信靠他的人。刚我们讲过了，耶稣复活在2000年发生，如果这些信他的人没有生命产生改变，耶稣的复活就真的是传说了，因为没有人见证嘛。那是妇女的见证，这些门徒的见证，一直延伸，因为有圣灵的能力一直降临在所有相信他的人身上，那生命的改变、神迹奇事也一直在这一群接受主耶稣复活的人当中。感谢主，我们不孤单，因为历代历世每一个基督徒都在经历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很清楚，信仰不是说让你完全离开苦难，没有苦难，或是完全停止，而是因为我们知道，在人类的社会当中，人的罪带来这些苦难，但是苦难中看见盼望，苦难中看见生命重新的复活。这复活不是一个肉体的生命，而是整个灵魂的生命就跟着改变。所以信仰就是使耶稣基督在里面，耶稣基督里面的人跟耶稣一起复活。等一下我们有好几位弟兄姐妹要受洗。受洗原始的意义是什么呢？不是一个仪式滴水而已，而是这一些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他们接着受洗，就是跟耶稣一同死，也跟耶稣一同活，就经历到耶稣的苦死，就是把我们的罪、我们所有的苦难、一切的软弱都跟耶稣定了。定完了，耶稣复活，我们跟着他一起复活，全新的生命就得到了。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他是经过浸信会这个系统的教派，他们受洗的，他们真的要整个人进到水里面，要穿一像丝袍一样，有一池子的水，或是有的干脆夏天就跑到海边或是到溪边，然后牧师也是穿一套那个白色的袍，然后下到水里面，一个一个走下来。有长老在旁边，好，又这样施洗之后，整个人就沉到水里面。然后他们的解释是说，就像水埋到你整个身体了，就像真的跟耶稣一起受死，然后埋葬了，然后再起来，就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当然，这也是一个象征了哈。我们用滴水也是有它的重要的意义在。那整体的意义就是，我的过去，我的一些生命的软弱，已经跟耶稣一起同定了。那得到新的生命，得到胜利的生命，就是跟主耶稣一同复活。感谢主，我们在一起练读使徒信经的时候，有这句话说：罪的赦免，肉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罪得赦，你的肉体复活，而且你获得永远的生命。在几个月前我们有机会呢，我们台南的晨曦会的几位弟兄，在他们的干部的带领之下，来到我们青少年，我们的提摩太那边做见证。好几位弟兄姐妹，他们见证说，他年轻有时候是很辉煌、很风光的，但是一时不小心去接触到毒品，就被毒品捆绑了。但这群弟兄呢，勇敢的做见证，他们有的很多不同的故事但他们知道说，他再怎么努力，就脱离不了毒品的控制。他去找医生，他被关都没有办法。最后他们知道说，有基督徒所创设的这个晨曦会，原先是在苗栗这个地方，后来推展到台湾很多角落，因为台湾的吸毒的人口增加了很多，而且都是更年轻。那这群人，他们经过晨曦会的辅导，在里面用信仰，靠着诗歌祷告，透过读圣经，克服那个毒瘾的侵蚀，然后后来慢慢解除掉了。有的现身当传道人，
有的继续当辅导，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不久前呢，我们台南晨曦会的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说：“牧师，有没有机会下半年或是明年的找个机会，我们请我们晨曦会的牧师来做见证？”我说：“好啊，我可以跟我们的长老报告一下，有机会他们亲自在前面，他们唱诗歌，他们自己做见证，看见一个生命的改变。”那我们意思就是说，耶稣的复活，也许我们是口头说，我们的圣歌的唱得非常好听的诗歌，但是怎么样看见一个完全的改变呢？这些晨曦会的弟兄或是姐妹，他们生命的改变，真真实实让我们看见耶稣的复活，那个权柄、那个能力，透过圣灵的工作，还自在持续着。那接受我们的信，在这边做连结。感谢主，主耶稣他也亲自在他的传道生涯当中，我们看见一个典型的一个生命改变的故事。当然最出名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耶稣呢，他讲这个故事是说，这个浪子他因为自己贪财产，他到外面想要自己打拼赚自己的事业，但是没想到一无所有了，到最后跟猪吃同样的那个食品了。他最后觉得说，我要回到我的父的家，我即使当仆人我也高兴。所以当他回到这个在马路上看到爸爸看到他回来的时候，拥抱着他，接受了他，这是很出名的浪子回头的故事。那我有一句话让我们很震撼，就是说耶稣在讲父亲看到他孩子回来，很多人觉得很不屑，说他钱都花光了，财产都领走了，要回来干嘛？但是爸爸看见那个生命的价值超过他的财产，所以他就跟这一群他的家里面的人或是群众说，他是死而复活的，他是失而复得的。这个浪子的生命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丰功伟业，而是因为他改变了。所以复活，所以复活不只是一个肉体，我们一个属灵的复活，而是整个生命被改变，整个观念被改变，整个人生被改变。耶稣也曾经对这个尼哥底母这样子宣告说：“你要重生。”重生什么意思？尼哥底母还在问说：“那我怎么样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呢？”这属灵的意义，我们都理解了。整个生命做改变。耶稣还对这一位犯了罪的妇女，人想要用石头丢她，但是耶稣说：“我赦免你，你离开吧，但是不要再犯了。”从浪子回头，从尼哥底母的重生到这位妇女耶稣说：“你不要再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真正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你的思维当中、你的言行举止当中、你的整个人生的价值当中。感谢主，因为耶稣的改变不是一个两个个案，而是整体的基督徒都从这样的领受。哥林多前书哥林后书5章16节。我们刚刚读的第二段经文，保罗说：“所以我们从此不再根据人的标准来估量人，因为虽然我们曾经用人的标准来看基督，现在我们不再这样做了。”这句话有一点隐喻，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为什么被钉十字架？那怎么那么笨呢？为什么要这样这种事情呢？用人的标准，用人的看法，用人的经验，到底为什么科学怎么有可能解释人死了还能复活呢？对了。从医生的角度，从我们对生命的一个历史的经验，没有一种事情会发生这种事啊。但是主耶稣他的能力，上帝的权柄超过这一切人的一个所谓的生命的一个范畴，是因为神他超越了人的生命的力量。感谢主，哥林多后书17节5章11节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们重新看待耶稣，你会看见耶稣不止复活，而且一旦你有了基督的生命，你有了基督的生命，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那这句话很简单很清楚啦，你不是知道一个故事，听到诗歌，或是看见一些影片，而是你已经跟耶稣复活的耶稣的生命连结了。你一旦连结，你一旦接受，你一旦跟神求说：“主啊，你的生命进到我里面，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一个属灵的改变，也许外表不清楚，但你的内心完全改变，因为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来了。所以我们一起经历主复活的新生命。这个
是因为我们人活在这个属肉体的世界，是一个持续的。你不是说我接受了啊，就从此就没事了，是因为你一直走向一个新生命的样式，所以新生命是进行式的，是时时在反省、更新、改造的。这个新生命的转向是跟过去的方向完全不同的，是从堕落、沉沦转向爬起跟提升。那这个是完全是在我们的思维当中、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我们的感受当中一直在做转变。所以为什么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要灵修、要祷告、要参加门训，是一直在这一个层面当中一直学习、一直经历、一直感受。有时候我们听别人的见证，有时候我们自己领受，我们自己祷告，那就让这个新生命确确实实就印证在你的生命当中。尤其我们很多人因为遇到困难的时候，跟神祷告，神为你开了路。很多我们最近在学习这个门徒学校的有一个课程说，你有没有经历祷告给你的改变？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要随时在见证复活的基督。换句话说，你的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在经历一种神的大能跟改变，都跟耶稣的复活有关。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的新的生命是怎么样呢？就是不再令人忧心，你是不再令人愁烦，而是让人感到喜悦，让你得到活力。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保罗他自己在印证自己的生命改变的一个最具体的经历。腓立比书3章7节到9节，保罗说：“但是我一向认为有盈利的，现在为了基督的缘故，我把这些看作亏损。”这个事情在人的思维当中很困难，对不对？怎么有可能以前你觉得很宝贝的东西，你是藏在保险柜当中的，你是放在那个最珍贵的位置的，为什么现在看作亏损呢？是因为你得到了基督，你得到新的生命。所以他说，不止这样，我把万事看作亏损，因为我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比较。以前我觉得这个已经很好了，他看到耶稣，哇，不得了，这个东西根本不介意顾了，因为你的价值观改变了，你看见更宝贝的，看见更价值的耶稣基督为至宝。他说，为了他，我损失了一切，当作乐事，为了赢得基督。我们今年呢，下半年准备要再推动第3期的幸福小组。我们都知道，我们会请一些比较有社会地位或名望的人来做见证因为他们的故事很容易让人家印象深刻。那我们的长老在想说，有没有什么有代表性的演歌星人物来见证？我们就想到一位姐妹，她是演歌方面的那个演艺人员叫做李倩蓉。我们都知道李倩蓉什么事情最出名啊？哇，那个直升机的事件他只是比了一个动作，哇，糟糕，整个人的生命就垮下来了，因为被网络打得落花流水。但是这位李天荣，他整个生命跌到谷底的时候，以前他是专门化妆的美美的，穿得漂漂亮亮的，参加各种各种什么演艺会只是让自己光鲜亮丽，感觉自己的荣耀。没想到整个阿帕契的事件就跌倒了。还好在那个时刻，有基督徒的朋友带他去教会。他看见一群基督徒不再责怪他，不再耻笑他，拥抱了他，接受了他，叫他祷告，叫他把一切的苦水吐给耶稣听，然后他从前得到新的生命，他成了基督徒，而且开始做见证。那他有一个最明显的见证，他就是说，以前我如果不化妆美美，我怎么走出去呀？我如果不参加这个很高级的一个秀，或是很高级的一个 party， 我就不参加的。吃都是最高档的。那现在他洗尽铅华，用他最原始的容貌来呈现，因为他知道以前那一些都是虚假的。他现在愿意为耶稣而活。你看一个原先看他的容貌跟形象是看为至宝的人，他愿意为耶稣来舍弃。什么力量改变他呢？当然他遇到了人生最大的挫折，他才知道这些都是虚假的，然后他接受了耶稣。
保罗也是这样子，他因为耶稣基督就把看作一切，就不再觉得有价值了。那所以你有一个更高的价值，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不重要，是因为你更重要的东西在那边呢，你会选择哪一个？那你如果不从生命里面去得着，你用讲的没有，你要去经历，经历到你又觉得哇，原来宝贝在这里。所以第9节保罗说，完全跟他连结，我不再有那种因遵守法律而有的义。意思就是说，以前靠自己自修啦，自己守那一些法律啦，根本准没做不到。但是他说，我现在有的义是因为信基督而有的。各位弟兄姐妹，你是有福气的，因为你信了基督，你就不再像保罗以前苦苦的苦守那些戒律，还是守不到。我们要祝福今天有受洗的弟兄姐妹，因为你是因信基督，而且是上帝所赐的。他说什么？是以信为根据的。我特别这个以信2个字从出来，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以信对不对？以信，以信为根据的，要做根据，是因为你相信，就是这么简单，你信了。主复活如何带来新生命呢？最后我们一起学习说，到底耶稣的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第一个，你要相信；第二个，你是谦卑悔改降服。我们的受洗的弟兄姐妹，你会做一个誓约，说你是不是愿意悔改？不是说你做了很多错事情才悔改，其实你要改变你的观念，改变你整个人生的价值观。你要降服在主耶稣，让耶稣的生命来占据在你里面，然后你要持续因着在信仰生活中，我们不断的操练、学习跟追求。最关键，我们自己做不到，是你要求圣灵跟你做连结。耶稣复活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学生怎么经历呢？耶稣复活之后，他要升天前给学生说：你们要等候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就要重新得着能力。得到能力是耶稣复活的能力，是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这个腐旧的，我们这个旧的我们这个不堪的生命重新得改变，因为圣灵在每一个人当中。所以我们有一个称呼叫做：你若信耶稣基督，你行在基督当中，你就是小基督，对不对？小基督意思就是耶稣的生命进到你里面，你愿意行在主耶稣的旨意当中嘛？所以你就是小基督，你就是在印证耶稣基督的复活。感谢主，圣灵让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主导你的改变，主导你的塑造，主导你的更新。各位弟兄姐妹，你自己做检验，你是不是已经得到这个新的生命？大概我们在生活当中最常看见的就是这些。什么事呢？第一个，你的价值观改变了。刚刚我们讲了很多，以前看觉得很重要的，现在不重要了。你的性格有没有被改变？你的品格有没有调整？你是一个惯老板吗？你是一个什么事情都看人家不顺眼的人吗？还是你因为耶稣，你的心柔顺下来，你看人家的优点，你会鼓励别人，你会祝福别人，你会为别人祷告，你会看见那些软弱的人，你生了怜悯之心。这些品格跟性格，你信主前跟信主后有没有改变呢？而且这个是要一个持续的，所以我们一直在主耶稣在圣灵的当中改变。而且你的人际关系改变了没？是不是还是一个扑克脸，或是还是一个没有笑容的脸，让人家觉得很难亲近？还是你愿意谦卑下来，用笑容迎接所有的人？而且你的敬拜跟服事的态度有没有改变？是一个形式上的聚会吗？还是今天主耶稣复活，我真的要来教会里面感谢神，要借着领受圣餐得到祝福？我看这很重要的。因为你如果看见这个事情重要，你再怎么困难你都会来。今天早上下大雨，很多人在担心说糟糕怎么办？要来聚会会淋到雨。我们做一个比较就好。你的孩子在学校上课，突然间倾盆大雨，你会说管他的算了啦，我在家看我的电视，他自己解决算了。你会不会拼了命跑去学校等他，还带了2件雨衣要让他穿上去，不要淋到雨？因为你珍惜你孩子的健康嘛，珍惜孩子的安全嘛，所以你会倾盆大雨中还是要去接小孩。但是当倾盆大雨的时候，你觉得来教会敬拜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吗？还是你觉得这个是我跟神的关系，
我愿意，即使是不方便，即使是弄湿的鞋子，我还是愿意，因为神的恩典给我很大。当你看重神的时候，神也一样看重你。当你看见神的价值，看见耶稣基督救恩的价值，神也将更加倍的恩典给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愿我们一起学习，一起领受主耶稣基督复活他所带来的新生命。